智慧，讲台语，提百万。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家庭林家，欢迎林家有冠军，真假，提灵魂耶！讲叫人提灵魂啦！哎呦，第二组的来宾家庭，欢迎咱金家，真好笑！阮讲台语真好笑，阮若是赢着的，真好笑。一直叫咱真好笑。对啦啊，有偌好笑咧！周瑞台就知啊啦，来，周瑞台，来，说你，打来，哎呦，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是，咱今日两队来哦，拢真正是带财来哦。有影。啊，两边拢爱讲，说你，你这边嘛，一定爱说你对啊。啊，不过说你是几个月，咱都唔知影。啊，这问者。好事都爱先问阮这边，阮的戏过来呀。哎呦，阮的广西台语台戏哦，拜六礼拜。太好看哟！来呀，我的女主角嘛是阮今日的队长，我的好朋友阿肥肥，新年啦！来，我是阿肥肥，阿肥肥，我肥肥来啊啦！肥啊，我两个肥啊！是，今日带师弟妹来，是啊，不过先豆够水。先讲一下你的戏好啦，哦讲一下我的戏是咱本台的戏啊，对，咱本来叫拜六礼拜，意思就是拜六礼拜大家好花要滚，啊，看阮的戏安尼，啊拜一个拜三啊看恁的节目安尼。赞！你来宾故事真好，讲三个查某囡仔的故事，吼，公司台语台的吼。拜六甲礼拜，现在多多支持，嘿，甲阮支持者来介绍一下师妹者。好，上水甲大家讲，你叫什么名？大家好，我是张东晶。加油！欢迎你哦，来讲三个字，世界水的。大家好，我是尤璇。欢迎你来，讲三个字，我的师弟。大家好，我是成婚，新婚，哎，这讲了嘛就标准的呢。我的台语讲甲哩哩啦啦啦。哦，别，来阮遮摕100万，你绝对要有信心。对啦。啥咧后边讲拢不要紧，只要甲你想法讲出来就好啊。好，来，阮这边的财真饱，大财拢足满来看你那边的财啦。是，啊，即摆阮这边吼真正带财来，而且吼淡薄仔作弊，你知无？一堆4个，因这堆5个啦。欢迎咱队长阿金呢。我是蔡雨金。是5个，你看，遮系一个。啊，即摆几会使啊，个查甫囡仔，查某囡仔无？查甫，嘿，阮家拢查甫。哦。哎，安尼拄好以后搁组团来啊。哎，对啊。好，来介绍你的队友。好，你是我的翁，嘿。哎，大家好，我是刘浩武。刘浩，你好。缘投吼，哇真正爱好啊，甲阮照顾呢，嘿，第一胎呢，宝贝呢。后来搁介绍入去。哎，大家好，我是演员陈连家，我是已经的小弟，小弟。阮就好，阮是朋友，啊嘛是熟悉，应该是有7、8年。7、8年，嘛真久啊呢，结婚啊呢。好，欢迎你呢，好来讲啊，后一位。大家好，我是朱双汉，我是变魔术的。被骂出来的，哎呦，就厉害哦，就厉害去上课的哦。我有咧表演，伫外口咧表演的。啊，那边看表演啥？嘿，啊来去看伊表演者。好，那讲到台语要好吼，嘛是爱问咱的顾问老师。是，今日甲恁介绍一位足缘投的，我唔知伊要变魔术无。哎呦，嘿，那今日介绍咱的台语顾问老师。是，马上欢迎来罗公群老师。大家好，我是罗光成，台语真丰富，食讲会当互恁赚大钱，买新厝。真正爱食讲啦，食讲吼，你就会愈讲愈熟，你以后吼，真正有影嘛免惊，接戏啥拢免惊。好，今日100万有好摕无？看起来不一定哦。敢若嘛不哩简单，不过嘛是敢若无好摕。爱甲咱讲一下咱的规则到底是啥，才通啊摕到这100万。是，咱这季甲顶一季同款，100万吼，比赛分作3个阶段，即马就是初赛，今仔日赢就会进入复赛。哦，嘿，啊，上尾啊，拢一定赢就要进入咱的冠军赛，摕到100万哦，加油！顶抓100万哦，真正的条数哦，我有拄到哦。我就感觉足面熟，伊就甲我讲，我有摕到恁的奖金，我讲偌济
100万。哎呦，真正有影甲100万送出去啊！所以讲，唔是讲生咱拢博真呢。嘿，正经啊，咱啊认真讲，好，把咱所有会知影的，拢甲讲出来不要紧。好，来，咱即摆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全家有智慧，讲台语提100万。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西瓜我大饼。谢谢阿姊，还有阿姊还提醒我爱做动作，另外。我过去，我真正袂记啊。好，咱这回合西瓜挖大饼。没错。啥人叫西瓜挖大饼呢？哦，我来解说一下哈。本节目这个题目吼，最用心的，伊就是甲所有的台湾的新的词，比如讲无人机，是毋是新的？对。这个新的词吼，经过大家使用了，安怎讲做台语，啊去调查。阮有超过300个人以上的全台湾调查，哦，这个新的资料出来，大家上主要都用什么款的讲法？哦，对是。所以等下恁大家要看嘛，这两个词倒一个是这个新的物件的讲法就对啊。大家常常讲的啦，其实两个答案可能拢对，啊，不过是常常讲的人在调查出来的。上侪人用的。啊，咱的分数安怎算？哦，咱这回合拢总3题。3题哦。嘿，恁若拢得到，就会使得到1000。哦，啊，两个丢到2000，所以3题上侪6000块哦。6000，加油哦！好，来，老师，咱请出题。好，请问哦，灰姑娘的台语哦，倒一个上侪人讲？哦，都侪上侪人讲哦。来，美秀这边有答案嘛？我的是灰姑姑娘。灰姑姑娘。是，你无看这个故事，大家拢看过，有可怜无？足可怜的啊！一感觉嘛，伫遐扫灰姑。啊对啊。是毋是？所以讲你听起来，你就感觉啊，我就是灰姑姑娘啦。哦。是啦，我这边是安尼啦。啊，我这边是土摊。土摊。为什么？你想看嘛？台湾哦，对一寡迄个较要安怎讲，较基层的吼，譬如讲佚佗啊。佚佗啊，罗汉卡啊，哦，有迄个较底层的人，伊的称呼就是用伊咧做啥物啊，加迄个啊尔。哦，啊，就是土摊啊，土摊，因为咧扫土摊。倒一个吼，上侪人讲的啦吼，到底是毋是我的灰姑姑娘？啊是阿雄我的土摊咧。来，两边咱请选择是必须阿雄边一边。我的嘛不有道理哦。来。哦，即马咧上好啦。啊，公平。无唔对，甲迄个风险分开啦吼。来，我先问一下，阮的肥肥。因为灰姑娘噪音啊，因为土摊啊，你分袂清楚伊是查甫还是查某，所以我就讲一定爱是，嘛是爱有姑娘，还是公主。所以灰姑娘，我感觉较是噪音啊。无你讲土摊咧，到底是啥物人呢？哦，是这个可能这个人若是较去乞丐王子，你嘛会使讲伊是土摊啊，对无？所以我想讲应该是灰姑娘。来，咱的用的。我感觉因为土摊看起来足可怜的，就是甲灰姑娘看起来较像。就是安尼垃圾啊，规身躯安尼啊，靠迄个画面就是较垃圾安尼。啊，姑娘有遐简单无？应该是无遐简单。好，来，咱来看一下，老师正确的答案是。好。啊，正确的答案哦，伫咧美秀迄边。我这边是，好来分数先。恭喜这边得了1000。嘿，来咱这家咧，嘛是得了1000哦。好，来咱听老师来解说。好啊，拄则讲的吼，讲你若讲土摊唔知是查甫还是查某的吼。啊，那这个灰姑姑娘就真清楚是查某的嘛。啊，咱知影这故事这个主角是查某人啊。是。啊，咱过去嘛有一条流行歌，可能较侪会知影，讲水车姑娘。水车姑娘。啊，伊就是打水车的，所以叫做水车姑娘。所以这个讲法自来就有的，就是讲。称呼伊做啥物工课的查某囡仔叫做啥物姑娘，吼啊，所以这个叫，因为伊规身躯全这个土炭夫嘛，吼，灰夫嘛，所以咱叫灰夫姑娘。啊，你讲土炭吼，上大问题就讲这到底查甫听袂出来啦，哦，所以咱要互伊较清楚的，应该用姑娘较好。是，买用一个尊称就对啦。是，好，谢谢老师。
哎，袂歹袂歹来，咱即个第二题啊哦。好，来，老师，咱请出题。好，请问哦，马宝的台语，倒一个上侪人讲？哦，上侪人讲哦，来美秀这边是无啊甘。啊，是安怎无啊？甘咱就讲，哎哟，我的心肝宝贝啊，我的心肝宝贝，会当伫妈妈身躯边安尼暖，你甲想看我知，啊，讲迄金柑仔糖的柑。嘿，哎哟，嘿，金柑仔糖以前人金柑仔糖上珍贵嘛，对，都爱有一个柑，对，是好，我这边是无啊柑。嘿，阿雄，我这边的答案是老鹰。老鹰啦，老鹰啊啦，你这把真好呢。因为都是已经有岁啊，搁未大汉，逐项事项拢爱靠妈妈，是毋是？就是一个足老的鹰啊，老鹰。哦，就是刚咱讲的老宝贝安尼啦，离袂开妈妈迄种的啦，嘛是真好听。啊，不过倒一边是即马上侪人伫讲的哦。好，来是这边的无啊甘，啊是阿雄这边的老鹰咧。来，咱两队请选择。必须阿雄边一边。对，每个人对这拢真正有影无共款的感觉啦吼。好来，我肥肥，因为我感觉这个话意思是真介好啦。哦，所以你若是要骂一个人，你骂你妈宝啊，你这个无啊甘，你这个无啊甘觉有淡薄温柔啦。哦，啊，你这老鹰。靠越南哦，袂歹，有思考着哦。用马人这个角度来想，袂歹。是，不要紧，来，咱看不用这边。来，我感觉老鹰，你若听无台语的人，以为你咧讲我是东部的老鹰。对啦。人误解过来，唔知你咧甲我骂安尼啦。好，可能两边拢有人伫讲，啊，不过上侪人讲的，都一边的呢。好，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啊，这边的答案哦是伫阿雄这边。哦，嘿嘿。来，分数甲加入去。各位这边得了2000咯。啊，这两个哦，其实选的人哦，比例差无真济啦吼。是。老A这边有51.3%，哇！啊那武阿甘这边哦是48.7%，所以跟他差2.6%呢。对啊，所以真活啦吼。啊，不过讲起来讲老 A 还是讲老鹰吼，可能听起来是较有成立的人啦，就怀疑用巨婴啦。讲你明明都已经足大啦，但是你的个性佫敢若一个囡仔同款，逐项都要靠恁老母。安尼咱就讲这是饲袂大的婴仔呢。好来，上尾一题啊！加油哦！来，咱先取消咱的迄落啊，来甲拼一下哦。对。好，来后一题来哦，来老师咱请出题。好，请问荧光棒的台语，倒一个上侪人讲？哦，好，来美秀这边是火光棍。火光棍，嘿，就敢若棍啊嘛，啊内面是安怎会安尼闪闪是闪闪是，啊咱咧看迄火喎，你若是甲电火拢甲按起来了，锵，伊就敢若火光共款，火光刺安尼。有的时阵都火光安尼。你若甲甩落去，伊就会有一个形安尼，所以我这边是火光棍。哦，那我这边是夜光棍。火光甲夜光毋是共款？啊，因为你讲的是伊迄个形叫做火光嘛，我这是暗时啊才会发光，夜光嘛。不过我甲电话关起来咧，嘛是暗时啊，嘛是夜嘛，其实这两个嘛是共款，拢有人讲，人伫讲，啊到底是打一个讲较济，是啊咱嘛唔知影啦吼。好，来美秀这边是火光棍，我这边夜光棍。好，来咱两队请选择哦，美秀阿雄边一边。哎呦，大家拢感觉你会敢若较有迄个意思，夜光嘛，吼。好，来，咱问一下，来，我肥肥，因为火光敢若爱有火，讲的较侪、较广泛、较广泛、较侪。啊，夜光感觉就是比如说暗时看到光安尼，啊，其实咱以前用荧光棒，若是暗时要开，暗时要有光安尼有无？还是演唱会要光安尼，所以就敢若夜明珠的感觉，夜明珠的感觉，所以啊光，所以我感觉火光有一点仔伤光伤快。来，咱这边的队长。我拢去夜店咧佚佗啊，所以夜光啊，系啊。是，不过我感觉哦，这两个哦，真侪人伫讲，不过迄
比例，嘿，比例应该是嘿，对，正拍较歹选。好，来，咱来看到底是火光还是夜光呢？好，来，老师，咱正确答案是。哦，这条答案嘛是伫阿雄这边。好，来分数。恭喜这边得了1枪。嘿，啊，咱这边的呢？哦，这边加2枪。嘿。哦，因为这哦是要互伊暗黑暗中的发光啦，所以讲夜光哦才有讲到黑暗啦。啊，你若讲迄个火光哦，因为火伫个这个日时吼，伊嘛会光啦。对。哦，啊，不过咱这要强调暗时，因为咱若去暗火哦。用这个看得较清楚。是。啊，两边比例吼，拄则讲差不多这其实啊嘛无差真济啦吼，因为这个夜光群吼是55.2%。55%。啊，火光群是44.8%，所以是相差9.2啦，9.2啦吼。是。有一点仔差别，但是无差遐济啦。好，好来看两队的分数，看阮林家的分数。是，即马林家的分数是4枪。嘿，好。啊，咱的金家咧，金家袂歹，毛3枪哦。来继续搁个拼落去哦。加油加油！好，今日的第2位啊 ，AI 时光机。AI 时光机。带你看过去。来，要看过去进前，咱甲规则甲大家讲一下。是，咱这回合拢总有4题，4题3枪，所以你若拢抢到就是12000块。下咱第1回合就对啊啦。对。好，来，咱即摆要去倒位，咱来先来提示一下，无伊唔知要去看啥。好，来，上个咱先提示一下。等一个吼，就是甲恁讲者，这个所在是你若来台北吼，一定要去参观，甚至外国人来嘛会去参观哦。好，来，咱今日要去倒位咧，咱请看。真足看哦！哦，下骹有人咧行呢。倒位，有无？哦，食过飞机才在行呢。是。哦，食面片啊！是。看到啊哈！有够厉害，有够厉害！哦，真正有厉害哦，人可以去遐行哦。是，小伟，咱请出题。请问，这是1919年吼完工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你敢知影这是咱日本时代的什么所在呢？日本时代哦，来咱请手答哦。哎呀！哦，来，金陵子啊！总统府。日本时代安怎讲？那吞落。总统，日本时代无总统，无总统。总裁府，总督府，总来啊！总来，总督府，总督府啦，总督府啊！你打怕是零金牌，你得来总督府啦，我就听没。歹势，音是不是音的问题？音的问题。好来，姐姐甲机会让我你啊。总督府。总督府，确定。歹势，安尼嘛是唔对。哎呦，总统府就好啊嘛，对我哋剁几波？是剁几波的？哎，这是监督的督啦，总所以唔是督嘛，唔是督啦，是督。哦，所以应该正确音是总督府。总督府啊，对啦，啊，因两个哦，一个是总督府，一个是总督府，一个是总督府。总督府啊，对，真可惜。足毒的啦，总督府。啊，咱知讲日本人是1895年来统治咱台湾的啦吼，啊，伊这个是伫1919年吼起好的。啊，日本人伫台湾留足侪古早的种建筑物落来。是。咱知讲日本人迄当阵因足崇拜欧洲的，所以因这建筑物吼拢是欧洲风格。咱都来讲这巴洛克的建筑物啦吼，啊，伊拢欧洲风格，啊，伊起开以后吼，到即摆还佫留咧。像咱即摆你去看这个大病院旧的，嘛是日本人留落来。对。台湾大学嘛内面嘛有足侪日本人留落来，像即摆建中、北一路。这拢日本人去的，是啊，拢有留落来。伊即摆真侪所在叫做红楼，拢日本人留落来，啊，拢是这种式的，哦，拢是古早欧洲式的这种建筑物。是，嘿，啊，这第一个哇，白手，
开春就拢无呢，白水，安尼就好啦。好，后边佫有3位嘛，拼好。好来，咱今日来换人。嘿，第二位。是。所以讲咱真足看，伊一定有一个重点，重点是做，咱会晓讲，咱就尽量甲讲起来哦。若袂晓，莫紧张，看阮两个面，嘿，对，爱小面就好啊。对。好，来啊哦，上个咱先提示去，要去传去倒位？是，咱刷落来吼，是咱民国50年做田人真珍贵的相片。哦，做田人哦，好，来，今日咱要去倒位咧？来，咱请看。哦，你叮当啊，真水，哇，50年哦，民国50，哇，你看，哇有1960年左右啦，所有的物件大部分拢是用人咧出力咧运送。啊，你敢知影？伊金架头顶悬迄支叫做啥物？试看卖。变的台语。1960年代，大部分阁是用人力来运送，伊金架头顶面的叫做啥物咧？好，来，今日咱要去倒位咧？来，咱请看。哦，啊水，哇，你叮当啊，真水，哇，50年哦，民国50，哇，你看，哇有，这就敢若是咱即马咧，真正咧行，你看，对，头前个举雨伞，真足看珍贵的画面哦，是啥物物件咧？等下上个出题了，咱就通吹啊哦。是。上个来，咱请出题。是1960年左右啦，所有的物件大部分拢是用人咧出力咧运送。啊，你敢知影？伊金架头顶悬迄支叫做啥物？咱请手答，知影就甲吹落去，是。知影无？心咧。不要紧，甲讲这几个字提示。两个字。嘿，来。我咪使甲讲华语啊。哇，更会食。啊，姊，我会使甲讲华语无？好。华语叫做扁担啊！安尼更加明显，嘿，明显啦哦。安尼我就免中风啊。是扁担，嘿。啊，姊，我看嘛是爱中风一下。你两个爱唱我，有收起来哦。来。好，来。试看麦。扁的台语。蛋啊，蛋，咪蛋，咪当，来，咱大声念啊，老师听着咧。咪哒，好，来，老师边搭对唔对？哇！这个台语正确讲还是扁担还是笨担啦？爱讲的音虽然无完全下，不过真活啦。甲拄只迄都比起来已经真活。是。尤其是咱这个位真无简单咱台湾这摆欠囡仔伊要替咱国家生一个囡仔所以爱甲鼓励。哎，好啊，加油。是。多谢。所以分数爱互伊啊，对吧？好。阮遐做扁担啦。扁担。有人讲笨担，有人讲笨担，伊佫做侪音的啦，对。啊，毋过拢是扁还是笨，这两个音较济，较接听着。笨担，安尼。是，好，不要紧，后手够两位哦。加油哦！来哦，今日换人哦。嘿，来第三位，即嘛分数有啊啦，即嘛是4000个差2000尔，啊，咱这边的。打就是爱你来打咧，吼，咱愈打，佮后一个打起来，咱可能是平分哦。是，好来先提示啦。好来，嘿，刷落来吼是清朝的时阵的一个建筑。建筑。好，清朝的时阵哦，来，今日咱要去倒位咧？来，请看。这清朝时呢？啊，这条看，一个金有一抓，愈来愈进步啊哇！
哦，非常的清楚啊哦。哇，哦。啊，几张相片就知影，吼你讲这倒位，敢若是进步，这应该大家拢知的啦。时代就是安尼演变。好来，上个咱请出题。是，这吼是清朝的时阵，为了行船的安全所起的一个建筑。这个这间吼，这个所在吼，伫咧南部，伫咧恒春。恒春。应该你就知影是啥物啊？啊，请你甲我讲伊的名。是，好来。你讲所在哦。爱所在哦，这个所在啦，歹势，这个所在，这个建筑的所在叫做啥？还有一个灯塔，哦，这地方已经讲灯塔，啊，唔是要叫你讲灯塔，是要讲叫你讲，迄个灯塔是伫什么所在？是一个所在哦。来，咱请手答。哦，来，这大啦！这台若买去俗啦，差5万尔，无偌济，是。来，我知影国语，但哎。啊，一个讲啊。来去。能比。哦，所以合起来做啥？鹅卵比。啊，台语啦。卵皮。卵皮。卵皮。来，你抓下来嘛，老师听。鹅卵皮。歹势，第一个字对。哦，你竟然讲唔对。老师哦，你机会啊！来，鹅台语你袂晓？卵皮，卵皮，卵皮。你会不会打嗝？卵皮。来，老师，卵皮对唔对？因两个音是共款的呢。后来老师点这个有人听者，这个所在叫做鹅卵皮，鹅啦，啊，你两个一个鹅，一个鹅，鹅啦吼，鹅卵皮啦，吼，啊，咱台湾吼，真侪所在吼，伊个地名拢叫做片啊，啥物因拢是地理上就是讲，伊个土地通出去海水，渐渐敢若咱的片共款，所以咱台湾有鸟片头嘛是伫南部，啊北部有一个片头角，哦，啊，这个叫做鹅卵片，伊个所在拢是。通出去海水的一个土地，啊，就咸敢那片，所以叫做什么片，啊，这叫做鹅卵皮。鹅卵皮。不要紧，咱够一个哦，够分数，通够有起来哦。好，来，咱今日换人。来，上尾啊一位啊哦。是。嘿，咱即摆4000甲6000，差者2000尔。无错，无定就咱的分数就冲起来。你若3000就赢。嘿啊，就7000啊，好不？啊，即马打就互你打哦。幸婚，嘿，互你打，无问题啦，无问题，无问题啦。咱即马这个形容嘛是无问题啊。要做爸爸的，真优秀安尼。一定要趁5年分钱。好来，上个咱先讲一下提示。好，咱刷落来吼，要带大家去的这个所在呢，要安怎讲？伊算是讲吼，互翕做一个电影，伫咧民国50年的时阵，因为这个画面产生一个电影，这电影佫足有名的。电影哦。嘿，所以这个画面是足难得的。哦，来，斟酌看是电影的画面哦，不是电影画面，啊，只是这个画面。对，因为对因来讲，咱有因无。对，啊，翕做一个电影。是，迄个画面是歌。对。哦，好来，咱今日要去倒位？来，咱切看。哇，这对咱来讲真好咯啊！哎呦！哎呦！哇，拢是，哟，足大阵的有哦。阿咪啊，足够醉的。要过溪啊啦！哇！3张，哦，好，来，大家有看到田甲阿咪啊？对。是，上个咱请出题。是，就问一下，咱头拄看到迄歌仔的画面吼，伊是一个。倒一个管市，哦哟，管市哦！以前这就是吼，一溪赶过一溪，一区赶过一区，去食田底啊、溪底所有的物件，甲这鸭当做甲饲大汉。但是吼，因为这画面最有名，所以迄个时候翕做一个电影。啊，你敢知影？头拄看到这是倒一个管市咧？搭一个管市哦，吼，后来感觉拢敢若无啥知哦。哦，这个物件吼，这个管市即马甲鸭有关系。哦，甲鸭有关系哦。游玩有关系。游玩有关系，知影就记得甲抢答去呀。好来，咱试看卖，倒一个管市哦。宜兰。
宜兰。哦，确定？确定哈？确定。好，来老师，宜兰对唔对？宜兰是正确。来，分数我交落去。恭喜哥，你就查清了。是，其实进台湾真济啦。我想那是我伫咱宜兰遐咧，这都要请老师来解说哈。来，老师。哦，以前吼咱台湾拢饲鸭拢用赶的吼，几大阵赶，无像即摆拢关起来啦吼。啊，伊会向对南部向北部一直赶。对。啊，不过咱真大规模的是伫宜兰，因为宜兰是一个边洋，啊，也嘛足济种稻啊，啊，这鸭吼伊会去迄个田内面吼，食一寡迄个歹物件啦吼，糖啊，什么吼，甲食了啊，伊佫会放屎伫咧田内面，就变做肥，所以对两边拢好啦。哦，对饲鸭的人好，因为伊有物件通食嘛，啊，佫对种稻的人嘛好，因为伊会互伊有肥料嘛。甲海棠食了，啊，佫甲海棠食了去嘛吼。咱知影讲宜兰迄个南洋冰洋啊，哦，就是足大片的地，啊，佫有足侪河川呢。安尼，因为咱知影鸭爱水嘛吼，伊爱收水嘛，所以底下足适合饲鸭。较即嘛，宜兰那个饲足鸭，就樱桃鸭，哦，所以这个说的宜兰。嘿，大家若有闲去啊，是通啊买这迄落做一个啊落啊，后面啊给转来。对。好，来，即马上重要就看分数。没错。是来问零价。零价即马4千。是啊，那阮的金价咧。哦，即马9千咯。哦。啊，袂结束咯，佮通啊拼哦。起来，第3位啊，两家来拼台。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耶！哦，咱问号内面到底是啥呢？啊，问号就是代表每一题有无共款的价数，无共款的价数哦。上济15000，上少1000。哦，来，咱来看体式咧。有亲情、钱、阿西、报纸、火车头，是礼拜5号生囡仔。啊，咱这有2个规则，就是讲，咱的分数较慢呢，咱就通啊先来摇。这有好无歹哦。好，啊，搁另外一个体式就是讲，咱这队长虽然伫这，不过咱嘛拢袂当讲话，不过有一条命，互你救命的时间。嘿，咱的队长若唔知影，咱就通啊问咱的队友啊。好，来，咱即马就是我的好朋友，我的玲先来选啊。来看，你看上济钱的，你都有批着无？我买钱，都一个钱。我买礼拜，因为咱即马拜六礼拜拢一定爱看伊的节目。是。好，来，咱来看一下礼拜奖金偌济。哦，礼拜7000块。袂歹哦。袂歹哦。好，来，摕起来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星期天台语讲做礼拜是受到什么款宗教的影响呢？是基督教还是佛教？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你应该捌听过吧？应该是基督教，我会安尼问，应该跟佛教有关系呢。7000哦，知影就试落哦。来，我的答案是基督教。基督教对唔对？哎，7000的奖金摕起来啊！奖金就7000咯。哇，满意啦。因为基督教吼，信迄个圣经啦吼，按讲上帝吼造天地吼，做6天以后，伊就休困啊。啊，所以因基督徒吼拢做工课6天以后，第7天休困。你创啥？爱去做礼拜，去教堂内面做礼拜，去拜上帝。所以迄天叫做礼拜日，就是做礼拜迄天。啊，过来就是叫做礼拜1、礼拜2。啊，不过咱即马拢简称啦吼，拜1、拜2、拜3。啊，上尾休困迄天叫做礼拜，啊，就是礼拜日。哦，啊，就是这是对基督教来。来，这个你看打一个。倒一个。钱。来，咱来看一下，钱的奖金偌济？真正有1万块哦。那摕起来哦。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台湾有无共银票吼？有无共款的代表植物？啊，你敢知影100块顶面？伊是梅花，啊那2000块顶面是啥物咧？你会使问你的队友哦。迄是救命啦，无人去斟酌看过吼。对啊，因为足少的。来，试来哦。来，啊是你要画救人？
要救我。凊彩有，凊彩有。兰花。兰花。台湾无同款的音票，有无同款的代表植物，迄2000块顶面的是啥物咧？请问台湾有无同音票吼，有无同款的代表植物？啊，你敢知100块顶面伊是梅花，啊那2000块顶面是啥物咧？哦，来留10秒的时间。哦，嘿，你会使问你的队友哦。迄是救命啦。嘿，你若袂晓就画救人啊。是2000块的，无人去斟酌看过吼。对啊，因为足少的。来，切你哦。来。青菜有。嘿，啊是你要画救人。要救我。凊彩有。兰花。兰花。哦，兰花。台湾就哦，台湾兰花嘛真有名啦。是兰花对唔对？100块了去啊！来老师，你身躯边迄位先生叫做什么名？熊啥？熊。哦。熊啊。熊啦，这树也会使叫做熊，嘛会使叫做晴啦。晴哦，这个汉字咱有的人叫做熊，有的人念做晴。啊，伊这个2000块顶面的迄张树啊，就是树啊对。好啊，100块就安尼无伊啊。哎呀，都袂当提死，气死啦！好，谢谢老师，来继续哦，来继续探烧，咱7000块摕起来。亲情的奖金偌济？3000多到1万呐。好，来2瓶名拢还袂用哦。请问台语咧讲的孙啊，除了华语的孙子以外，还佫有一种亲属内底，咱嘛会使称呼做孙啊。你知影是啥物咧？知影就试咧。是，好来。这我的孙啊，就是我的侄子的意思，就是我。你讲华语会使？嘿，这我的孙啊，孙啊，就是侄子。嘿，对，孙啊，安尼迄个意思。啊，那女的咧？孙啊。哦。查某孙啊。侄女。查某孙啊。嘛袂歹哦，差不多啦。好，来，所以你的答案是侄子。好，来，侄子对不对？嘿，来分数。恭喜你了3000咯！来，咱听老师来解释。哦，咱台语吼一般口语讲孙啊啦。是。啊，孙啊，有的人会甲分开讲，囝的囝吼叫做孙，啊那。兄弟的囝叫做孙啊，哦，有的人会安尼分啊，啊，有的人是无分。啊，若正确要踮迄个侄子、侄女哦，咱台语嘛会当讲侄啦、侄女。我真少听人讲，大多数人拢讲孙啊，查某孙啊咧，讲这是阮孙啊，就讲这是阮查某孙啊。是。较无人讲侄啦还是侄女。好来，搁杀入去哦。真加油。1万悬的车。啊，佫有12000到15000的哦。生囡仔。好来，咱来看者生囡仔奖金有偌济。5000嘛是真好啊！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政府吼鼓励大家生囡仔，啊你敢知影？头一个吼，若是生出来，会使逐个月甲政府申请偌侪钱的摇囡仔补助咧？这题应该真简单哦。对啊，应该有做功课。是，嘿，来。知影就会使试啊。是啊，好来，我这。头一个。5000。一个月5000。好来，健康哦。来，咱看5000对唔对？无唔对，分数来。恭喜你嘛加5000咯。嘿，要生囡仔进前，真正拢爱先知影这哦。真正。这条的奖金吼，就是这条的答案啦。对。哦，伊奖金5000，啊伊嘛是这个申请补助金额嘛是5000啦。是。哦，所以其实这就是要送分的啦。哦，甲你讲这条迄个奖金5000啊，答案嘛是5000。好，谢谢老师。来，咱来看者有送分无吼？来，要选到一个。火车头，火车头奖金偌济？哦，12000哦，一定要加油哦！你看看，即嘛是白温啊，即嘛白手。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倒一个火车头是全台湾唯一无看板的车头？因为伊是古典的风格、古典的 style 的建筑物，所以伊无特别设一个看板。倒一个车头哦，来。是旧式的车头哦，旧式的哦。即马旧车头无剩几个啊，应该真好用。
啊，起来！来救人哦！画救人！来！一是用多一款的火车，古典风无招牌，嘿，无挂看嘛，就是你行过，你袂看到台北车站系里面哦。伊有一个风格建筑物啦，有这风格建筑物，贵哩。这个车头这个所在两个字尔。新竹，各位朋友啊，伊讲新店，新竹新店，你的台语啦，新店，新竹店，新店，店边的店，新店。哎，我试过啊，所以你的答案是新店。好，来，咱来看一下新店对不对？万里的。来，分数。恭喜得到万里块咯！日本时代吼，伫咱台湾甲对家人到南部吼，的铁路拢起好啊，有足侪无共款的火车站吼，伊火车头拢是足古典的建筑物，但即马拢拆掉改新的啊。我讲今仔时代，阮家人车头毋是即马即个型，是，即马已经翻几若摆啊。啊，干那新竹车头是去当初若留到即马还佫留咧，所以是唯一的一个古典的即个日本时代留落来即个火车头啊，所以即个答案是对的啦。啊，伊拄则讲的新店吼，即个音嘛无毋对啦，因为这是一种特别的腔口。中华迄个所在人，那人来讲新店，因会讲新店，新店，所以这中华腔，毋是中所谓中华啦，中华参尾，还是永靖，还是园林的人拢安尼讲。好，谢谢老师。哎，你来切好。高价呢，万里啊，够万五的哦，真的，够万五的哦。来，多一个，即马后手剩三个，加油！我想的是5号。好，来，咱来看一下5号奖金偌济。哎，1000，2000，咱慢慢来倒，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国道5号是用人名来号名的，啊，为着要纪念较早的人吼，所以该号做什么高速公路咧？这个人名3个字。3个字的人名哦。哇，要安怎讲？好来，伊名不是特别。蒋渭水伊知影啦，蒋渭水。什么水？蒋就是酒嘛，酒渭水啊，是酒渭水，来啦，我来确定啊哦，嘿，念了真好听。来，咱来看下酒渭水对唔对？袂歹，来，老师来开始。哇！对啦，这条高速公路吼，就是用这个蒋渭水的名啦。啊，这个蒋应该是，那阮迄个年代人拢会晓讲，因为迄个阵阵啦，阮拢讲，囡仔拢大汉要做蒋总统，因为总统拢是姓蒋的。对。吼，啊，所以现在蒋这个字应该知啦。啊，这个渭水就是伊名啦。啊，这个水这字吼。口语讲水，不过人的名内面有文头音是念做水，所以蒋渭水是正确的答案。名真好听。好，谢谢老师。来，即马搁较熬就紧的哦，万五啊！万五。多一个阿西也是报纸嘞，来陪陪伊。阿西，来来，我阿西奖金偌济？阿西竟然万五，多谢你为何台湾生囝？阿西，好来，其实老师啊。我可能有心哦，可能哦，好来，袂使讲，来来，请出题。请问台语会甲戆人叫做阿西，啊，这个词原本是要摕来形容什么人呢 ？A 是法国人 ，B 是荷兰人。荷兰。伊无 A 甲 B， 我来讲 A 甲 B 啊。系啊，已经来，讲去啊。荷兰人，荷兰啥那是荷兰？伊荷兰伊当初可能来台湾，有统治台湾嘛，是，对，所以法国人无来，啊，所以因迄当阵敢若落较阿斗的感觉，是，对，啊，敢毋过可能讲阿斗啊，可能对人较无礼貌，所以因对西边来，所以就叫人阿西。哦，我是安尼想，你是安尼想哦，哦，确定哦。啊，无我都改，你嘛要选荷兰？哎，老师我要写啊，老师我要写啊，老师我要写啊。好，来荷兰哦，来荷兰人对唔对？
题目拢无看清楚，是好来老师咱请解释。伊讲荷兰人哦，荷兰人是有统治过咱台湾，无唔对啦。哦，我顶一遍哦去澳洲佚佗的时吼，咱台湾人有2姊妹啊去吼，因为皮肤足水的。阮以前阮本来拢唔知因是安怎安尼，尾仔才知影讲，伊讲因是荷兰人的后代。哦。荷兰人因尾仔有伫台湾有传一寡囡仔落来。对。所以因的皮肤足贵。不过咱在讲阿西是毋是咧讲因啦？哦。因为这个法国吼，因的迄个讲法吼，法兰西，咱加翻做法兰西，法兰西的西。因为伤长歹讲，咱台湾人真爱个人的名叫做阿虾米，从上尾字来讲，就甲迄个法兰西叫做阿西。像咱要叫因阿西咧，要甲因做做工人，因为伊捌来拍咱台湾。清朝迄时，法国伫个家人捌拍清朝的军队过。迄个时阵，清朝死一寡人，因为迄边的战争是清朝拍赢哦。法兰西拍输哦。法兰西死的人哦，待伫家人遐，所以家人有一个。法国国母，就是带法兰西人的，是所以咱台湾人因为因捌甲咱拍过，所以咱讲因戆人，互咱拍败，所以叫做阿西。是，好来，咱即马拢15000嘛摕啊嘛对吧？上尾一个上尾一个，咱来看一个哦。好，咱来看一个报纸的奖金偌济。袂歹哦，高兴哦，加油加油！哇塞，他给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台湾历史上头一份报纸，唔是政府出的，你敢知影？伊是教会出的，还是病院出的咧？哦，救人哦！好，现在救人，进去了，进去了。来一个哦，教会，来给阮救一个啦。教会，我嘛刚刚是教会。来，咱来看下教会对唔对？今日得到高清咯！哦，来咱知影讲长老教会吼是真早就来咱台湾咧传教的。伫台南吼有一个教会牧师吼，伊是外国人啦吼，英国人，迄个巴克利，伊捌对欧洲吼炸一台即个印刷机来，迄个算讲白板机啦。伊当印报纸，伊用迄个出即个报纸，伊当然迄个文字毋是汉字，伊是用罗马字，因为咱知影讲教会伫咱台湾传教，因有一套。教会罗马字吼，因家己教会内面讲做白话字啦，就是台语的口语，用罗马字改写出来，用迄来出报纸。到当已经足久啊，应该搁咧出。迄个叫做台湾基督教教会报，有的人叫做教会公报。伊已经伫咱台湾出足久啊，即摆还搁有继续咧发行。恭喜啦！好，谢谢老师。谢谢。来，即摆今日看咱的分数，看阮年价。年价即摆26000。耶！安尼真价咧。真价24000。嘛是真好，所以讲即摆有资格哦。来去咱的第2届的好哦。好，来，今日去咱的7秒10,000斤。7秒10,000斤，看图要属意。咱即卖奖金是偌济？咱即卖奖金有26000块啊！26000块啦，26000块，咱算讲是有几秒？26秒。26秒，因为咱规则就是用秒来算的。对，1秒1000。26秒对这个赢好，赢来伤少，佮加30秒变52秒。好，来，咱规则来讲一下哦，咱这有几题？咱拢总有3题，3题。我们用 AI 做一个图片，迄个图吼，恁看了吼，你就知影伊是一个俗语。伊有5个哩。有着这看囡仔穿啥物衫是咧倒位？你就有这天。嘿，内底遮老的人是啥物人？来讲。好丢。拼奖金咯，因会当提走偌济咧？3题，3题。我们用 AI 做一个图片，迄个图吼，恁看了吼，你就知影伊是一个俗语。好，几个字我会甲你提示。小妹，咱第1题，请出题。请看，这是4个字。讲，进卡。好，来，敢会困难？对啊。是不是真简单？你看有无？弟弟，听雷。对无？有雷嘛？对无？你知影意思一下无？就是听无，就是你即马呢。
你起码就是去吃啊。我你讲啥你拢听无，就是安尼。听无，吼，这是咱的俗语哦。好，好来，要第二题哦。好，来，来，上个咱请出题。有5个你。哦。有着这，看今日穿啥物衫是咧倒位？嘿，你就有哦，有这件。嘿，内底遮老的人是啥物人？来讲。好丢。公爹东京啊！哎，你个精哦，哎，串已经几啊秒拢无去啊！是校长兼公正，校长兼公正，来你看这校长抱一个囡仔，对啊，还是要公正，对啊。嘿啊，要阮做爸爸，要阮做妈妈，嘿啊，就校长兼公正啦。是啊，好来几秒？哦，恭喜啊，还有34秒。哎呦，来，上尾一题啊！哎，没错。好，来上个咱请出题。来接看，哦，拢做7个字哦。看一下顶管边有迄云内底有一个什么？三，嘿，呀，安尼，我一直走哦，讲啊。骨头杀气有神明。哦，骨换一个。骨牙头杀气有神明。伊头拄一直讲骨头，我错是枝条啦，你要讲的是枝对无？枝条三笑有神明。好，来，咱即摆先看咱的分数，甲比看题我重要啊。来，偌济？咱就够12秒啦。不过嘛是爱恭喜啊，因为咱即摆已经第二迄路要进入决赛啊。决赛啊！对。好，来，咱即摆来今日去颁奖。颁奖！万里口！有位啊，来！来！哦，搁得奖啊！哎呦，谢谢大家。是，好，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感谢罗光行罗老师，谢谢。专家李辉，豆丁饼等于，我哋大家拢欢喜，再会。恭喜啊，平安顺财啊，辛苦，下回再过来啊。恭喜啊，搁得奖咯！哦，万里口，赞，厉害，新店。